為着讓民眾啊更較方便啊，來到台中市找到好食的。台中市的這個工商發展投資促進會啊，所推出一個所謂的美食平台，包括食餅、食甜、炒麵、宵夜這三大主題地圖，你只要手機摕出來查，馬上報給你知。透過做美食的節奏，讓人聯想到台中豐富多元的飲食文化，為半暝人氣的宵夜到傳統炒麵甲特色的點心，為了讓民眾更加方便去找到在地好滋味，今麥有一張美食地圖。那台中有哪些好味道？坦白講，有時候不僅外地人不知道，台中人本身也不太清楚。你有念頭想去，馬上透過電子地圖就可以立馬帶你去到你想要去的地方。地圖內容有餅點心的地圖、炒麵的地圖、甲宵夜的地圖，透過所有的整合，打造互動式的美食平台。工體會表示講，三大地圖各精選超過50間特色的店家，未來會繼續擴充主題內容，要打造台中專屬的所謂美食的生活圈，和美食成為人物城市文化的重要入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